係咪啊？即係我諗你哋最好揾你哋比較高級嘅工作人員或者你哋嘅代表，點解係你哋單方面錄影？係咪啊？唔係因為大會規定咁咪唔兩隊一團。唔係個理由啊！呢個係一個公開諮詢啊嘛，係咪啊？咁你哋點解唔可以係一個公開嘅錄影？呢個係一個公開嘅場地，係咪啊？所以唔好意思啊，我哋咧呢度咧有大會有錄影，所以就唔俾錄影。你哋代表嘅係乜嘢諮詢會咧？成個諮詢會整區嘅。係啊，我哋呢個諮詢會工作人員，咁咧凡係咧有啲 view cam 咧，我哋都唔俾錄嘅。個理由係咩咧？但係呢個係一個公開諮詢會喎。錄影有乜嘢問題咧？同呢個公開諮詢有乜嘢相違背？我諗你可以解釋一下先，好嘛？令到我接受，好嘛？你哋採取乜嘢嘅權利？唔係因為咧，之前咧，我本身都係九龍城區嘅居民，好嘛？咁我諗你哋揾啲清晰少少嘅，點解唔可以錄影？係啦，其實咧就講到咧，呢個係一個公開嘅喎，咁嗰啲又係咩咧？係咪全部都工作人員？我哋會勸佢㗎啦，所以咧我哋咧，咁我諗你處理晒先啦，你有個合理啲嘅解釋。從中你亦都了解到咧沙中線九龍城段嘅諮詢方案。咁今日咧，我哋同上次一樣，就係會由工程師先為大家做一個簡介，俾出席嘅市民咧有對於沙中線咧有一個更加深入嘅了解。咁然後第二部分咧就係聽到大家對沙中線嘅意見嘅。咁首先咧就等我介紹一下今日嘅出席嘉賓，包括九龍城區議會副主席劉偉榮議員、路政署鐵路拓展總工程師楊廣生先生、高級工程師盧麗儀女士，以及負責沙中線嘅港鐵公司高級統籌工程師易明瑞先生。咁而我本人咧就係港鐵公司公共關係經理陳芳婷。咁喺今日嘅諮詢大會開始之前啦，咁剛才咧我都已經即係邀請咗咁多位咧已經入咗場嘅居民咧，就將你哋填妥咗嘅意見書，準備一陣間如果有興趣提問或者提意見嘅居民咧，填妥咗意見書嘅咧，就先投入我哋嘅收集箱入面嘅。咁一陣間咧，大家都仲有機會可以係投入呢個意見書嘅，所以大家可以先聽咗我哋工程師嘅講解先。咁先講講一陣間嗰個嘅大會嘅程序啦。咁大家咧都部分咧，我見到好多嘅參加嘅朋友都已經填妥咗你哋嘅意見書咧，就擺咗入去收集箱度㗎啦。咁稍後咧，我哋就會由劉主席咧幫我哋抽出意見書，然後咧就請嗰位居民咧就發言嘅。咁請咧被抽中嘅居民咧就麻煩請佢哋移玉步咧嚟到我哋台前面兩排觀眾席中間嘅兩個嘅咪嗰度。咁為咗公平起見咧，就請每位居民咧只係填寫一張意見書。咁而家大家咧其實都留意到咧，其實意見書上面咧係印上咗一個標記㗎。咁如果咧係填寫冇呢一個標記或者其他紙張所作嘅意見書咧，就為咗公平起見，因為我哋大會又暫時未能夠有機會喺呢度發言啦。咁而每人咧亦都只有一次發言嘅機會。咁等我哋即係可以咧俾有多啲嘅機會咧，有多啲唔同嘅居民咧發表意見。咁咧，我哋喺呢個時間咧就先請九龍城區議會。我覺得你係喺度騷擾緊我。我哋講幾句説話。你認為我有違法，你就揾警方過嚟處理。請你坐低，唔好阻住。各位街坊，大家好。住緊我喎，依家。首先係歡迎各位抽空出席今日由港鐵公司及九龍城區議會合辦嘅沙中線九龍城段嘅公眾諮詢大會。港鐵公司自去年嘅年初向區議會提出咗討論沙中線九龍城段嘅規劃同埋設計嘅工作。呢一條大家期待已久嘅鐵路有望於喺數年之後，預計喺2015年左右落成，令到九龍城區嘅交通更加方便。九龍城區爭取地鐵服務已經有多年嘅歷史啦。由早年討論東南九龍發展嘅時候提出嘅方案到而家，本區嘅發展佈局都有所不同，走線嘅設計亦都需要考慮到眾多嘅技術可行性、施工期間嘅風險，以及廣大居民嘅需要。九龍城區議會轄下嘅交通及運輸事務委員會早前邀請咗港鐵公司代表出席會議，聽取議會對沙中線九龍城段意見嘅睇得就。
土瓜灣站同埋馬頭圍站以及新建嘅鐵路走線我知你係唔知你代表緊乜嘢？民政處啊，民政處啊嘛，係咪啊？如果你真係咁咧，我哋可能呢個大方向就係要讓更多嘅居民方便使用。我哋所有人都針對緊我，你騷擾緊我喺度諮詢。我係九龍城區嘅居民，你要過嚟騷擾我嘅。區內居民嘅期望，就係希望沙中線盡早復工，盡早投入服務。嗰度啊，3個啊，喂！今日公眾諮詢大會為大家提供咗一個讓港鐵向居民介紹走線移動嘅背景同埋各項考慮嘅因素，亦可讓設計鐵路嘅工程師去聆聽沙中線未來用家嘅意見。希望大家喺簡報會之後答問環節踴躍發表意見，集思廣益，一齊參與沙中線九龍城段嘅設計工作。多謝大家。唔該晒劉主席，跟住落嚟，我哋請港鐵公司高級統籌工程師易明瑞先生為我哋簡介一下沙中線九龍城段嘅諮詢方案。唔該晒。首先呢，我想請問大家呢，之前都曾經參加過我哋嘅諮詢大會啊。今晚呢，我就想將嗰個鐵路介紹嗰個項目呢，就縮短，大家反唔反對先？即係個背景啊，縮短，大家合作就希望可以俾多啲時間大家發言。咁大家阻住我聽咗哇！你講嘢你行我呢度，我歡迎大家。喂，你講乜講咩啊？你喺度講嘅係咪啲咩事咧？居民啊，我有見過你講九龍城段嗰段嘅直入去就。後邊啲朋友聽唔聽到我講啊？有違法你就報警，就係咁簡單。嗱，我先介紹呢個九龍城段先。咁咧就會喺呢個九龍城段入邊咧，我哋就會有3個站嘅，就係啟德、土瓜灣同埋馬頭圍嘅。同我報警添啊！咁喺舊年咧，我哋完全都冇數據嘅，呢啲病況啲民居啲健康幾緊要啊！啲人。我睇咧，大家冷靜一下，冷靜一下。點樣冷靜啊？大家冷靜嚇，唔好嗱，大家嘅意見咧已經充分去表達嘅嚇，希望大家冷靜嚇。大家要克制嚇，大家克制嚇，大家克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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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冷靜，大家冷靜，大家冷靜，點樣冷靜啊？大家冷靜，大家冷靜。好啦，由於時間所限呢，我哋請阿易生咧為我哋作最後一輪嘅回應，唔該。大家請